Hello， 差唔多咧要拍新劇啦，所以咧最近都有好好咁樣做皮膚同埋身材管理啊。我本身係混合性偏乾嘅皮膚嚟嘅，所以會比較注重抗糖同埋保濕。咁一般朝早咧我就會用清水洗面，然之後再用爽膚水。精華方面呢，我呢一排都喺度用緊貝伊絲嘅小藍珠。呢個牌子咧係法國嘅貴婦老牌，喺香港都有店嘅。佢嘅質地咧係好水潤嘅，皮膚咧好快就會吸收，跟住咧就會見到成個皮膚咧都會提亮咗。而且感覺用咗佢之後咧，我嘅底妝都維持得比之前長，同埋出少咗油啊。夜晚咧我會用埋佢哋嘅小紅珠，用咗之後第二日覺得皮膚冇咁乾，同埋細紋都冇咁明顯啊。呢一些用落嚟皮膚狀態好穩定。咁呢一段時間咧，我食各方面都比之前健康嘅。朝早咧我會整一個西芹汁，咁我覺得我自己呢一個配方咧都幾好飲噶。3條西芹再加4分1個雪梨同埋椰子水，飲落嚟咧你會發覺真係冇咁容易生痘痘，同埋腸道咧都會比較順暢噶。運動方面咧，最近都有做多啲緊緻手臂嘅練習，就係為咗着衫好睇啲啊。